一开始，咱做伙来读今日的圣经。创世纪18章1到15节。耶和华伫万里的树丘遐，对亚伯拉罕出现。迄时日长落，亚伯拉罕坐伫布棚门口，举目起来看，看见三人伫对面伫徛。伊一个看去，就对布棚口走去迎接因，拍伫地面，讲：我的主，我若伫你的面前得到恩典，求你毋通离开罗卜做你去。用阮摕淡薄水，互恁洗骹，请歇困伫树骹。我阁摕淡薄饼，互恁点心，然后进前去，因为恁是为着安尼，才到你的罗卜遮。因讲，通照你的话去行。亚伯拉罕赶紧入布棚见撒拉，讲：你紧紧用3细盒的面粉烂做饼。亚伯拉罕阁行走到牛群的所在，牵一只正阁好的牛仔来，交互罗卜，因就赶紧去备办。亚伯拉罕阁摕泥油、甘泥，甲所备办的牛只来，摆伫因的面前，家己伫树骹，徛伫因的身边，因就食。因甲伊讲：你的某撒拉伫倒落？伊讲：伫布棚内。因中间一个讲：到期，我的确要过来你遮。你的某撒拉要生一个囝。撒拉伫后面布棚门口伫听。亚伯拉罕甲撒拉年岁已经老，撒拉的月经已经绝。撒拉心内笑讲：我已经衰老，我的主也老啦，减会有即好的欢喜嘛？耶和华对亚伯拉罕讲：撒拉为啥事笑讲？我已经老，搁真会生囝嘛？兼耶和华有做袂来的事吗？到期明年即时，我要过来你遮。撒拉要生一个囝，撒拉惊毋认，讲：我无笑。迄人讲：无影，你实在有笑。今日咱要通过创世纪18章第1节到15节这段经文，做伙来思想。一个人若年老的时，伊要安怎会当生团？上帝真趣味，伫亚伯拉罕上艰难的迄款性命的内面，伊下一个真水的愿望伫亚伯拉罕的身上。总是伫咱今日所读的这段圣经的内底，咱会当看到亚伯拉罕的太太撒拉，伊的心内底安怎想？当伊听到上帝咧甲亚伯拉罕讲这个事的时，伊竟然伫遐偷偷啊笑。伊心内底咧想讲，哪有可能有遮尔好、遮尔欢喜的事？伫今日圣经在中间有一句话是咱上界重视、上界爱注意的，这句话叫做“伫耶和华减有难成的事”。上帝若要互这个事成，就无可能无成。所以，咱会当看到这个故事的后壁，亚伯拉罕甲撒拉，因着真正生一个上帝互因的宝贝囝。所以，通过今日的圣经，咱嘛会当来思考，伫咱的人生中间，有可能咱会拄到做恶担当的事，也是讲，敢若无法度去成就的事。这是真的是上帝所定的旨意，那安尼，敢有可能未发生吗？伫咱的信仰的经历中间，咱若要互这个事发生，伫遮咱会当讲，咱通过祈祷，咱就互这个无法度，亲像人伫想象中间无法度发生的事，上帝就互伊来发生，上帝就互伊来成就。伫今日圣经内底，这个意涵非常非常的重要，因为上帝若开喙的，伊一定的确要互咱来得到。所以，各位亲爱的姊妹，咱敢毋是伫咱的生命中间，咱时常会拄到这恶担当的事，咱拄到工作的困难，
咱拄着人甲人中间的困难，咱拄着咱人生中间心内底最恶杂困难，无毋对，人生的道路步步拢艰难，总是当咱开嘴向上帝来求讨，伫上帝的手中，伫上帝的喙内，无迄个难成的事。所以今日咱通过安尼，咱会当来想看卖啊，这毋是虾米年纪的问题，嘛毋是虾米咱会当去做，还是袂当去做的问题。其实这互咱会当来思考，咱通过祈祷来向上帝来求讨，咱就互上帝来成就。只要这是上帝的心意，上帝一定来成就。总是当咱来祈祷，若是毋是照着上帝的心意，只是咱家己想要买，那安尼有可能咱的祈祷就无迄个功效，因为迄是咱家己想要买，毋是上帝要互咱的。所以咱通过今日的圣经节，咱会当来想看卖啊，上帝真意爱咱，来成全咱，只要你来向伊求讨。当然，伫今日圣经节中间，因翁仔某的求讨是伫心内底久久的迄个愿望，是因想要一个囡仔。99岁想要有一个囡仔，这是何等难的事。总是上帝拢已经成就因啊。那安尼，伫咱的心上，咱的艰难，敢毋是将伊来交托互上帝？这个艰难，就会当来得到上帝的帮助。